哋分享佢嘅一個生命見證。來分享他的生命見咁我哋證。而家嚟睇佢嘅生命見證。好，我們現在來看片。嘅大能，是我經歷40天禁食禱告的大能。響舊年我一家10口決定返香港家庭團聚。去年我一家10口決定12月份回香港家庭團聚。因為我細佬同埋妹妹會從英國同埋加拿大返香港團聚，因為我的弟弟妹妹會從英國跟加拿大回港團聚。而我丈夫嘅家人呢，又會從美國同埋澳洲返去香港度聖誕。而我丈夫的家人也從美國跟澳洲回港度聖誕。所以呢，好難得有咁多家人，所以很難得有那麼多的家人從不同嘅地方返到香港見面重聚。從不同的地方回香港見面重聚。我丈夫 George 患有柏金遜病8年，我丈夫 George 患有帕金遜病8年。我需要長時間咁去照顧佢。我需要長時間的照顧他。藥物對阿 George 嘅副作用影響會血壓好低。藥物的副作用對他的影響是令他的血壓很低。響我6月開始，佢6月開始嘅情況更加嚴重。1月份開始，他的情況更嚴重。佢嘅血壓咧會低過100。他的血壓比100還低。佢嘅情況咧其實唔係好適宜返長途旅行嘅。他的情況就是不適合長途的旅行。我面對 George 嘅情況，我真係好擔心同埋沮喪。我面對 George 的情況，我是非常的擔心跟沮喪，令到我精神十分緊張。讓我的精神十分緊張。我反覆咁諗，而家我咪決定咧，要做個決定咧。我反覆在想，我是應該怎麼樣決定呢？買咗機票係咪要取消呢？已經買了的機票是不是要退呢？我係咪冇得返香港，冇得同家人團聚呢？是不是我不可以回香港，不可以跟家人團聚呢？我今次唔返香港，又唔知幾時先可以返。這次我回不了香港，我也不知道什麼時候可以再去。我開始有埋怨，我開始有埋怨，我好唔甘心，我很不甘心，我開始失眠，我開始失眠，晚上瞓唔到覺嘅時間，晚上睡不着的時候，我又會諗，我又想，如果我過移民局或者飛機上，如果我過移民局和在飛機上可能發生嘅情況，可能發生的情況，我一個人點樣去應付同埋處理呢？我一個人可以怎麼樣去處理呢？反映出我心裏邊好嚴重嘅憂鬱。反映我內心很有嚴重的憂患、困擾、受煩同埋不安、愁煩跟不安。但係聖靈提醒我，但聖靈提醒我，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到我這裏來，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到我這裏來，我要使你得安息。我要使你得安息，因為我嘅軛是容易的，因為我的軛是容易的，我嘅擔子是輕省的。我的擔子是輕省的。我發覺自己一直都話相信神，我發現我自己一直說我相信神，我係依靠神嘅。依靠神。其實我一直都係靠自己。但實在我是一直都依靠自己。我錯啦，我錯了。我呢個擔子實在太重啦。我這個擔子實在太重了。我孭唔起啦。我背不起。我真係要翻返去投靠我嘅神。我真的要回去投靠我的神。喺7月中嘅主日崇拜，在7月中的主日崇拜，我回應咗神一個呼召。我回應神一個呼召，就係40天禁食禱告。就是40天的禁食禱告，係由7月21至到8月29號。是7月的21號到8月的29號。喺禁食禱告嘅第一件事，在禁食禱告的第一件事，我呼求神俾我有正面嘅思想同埋情緒。我呼求神，他給我有正面的思想和情緒去處理事情。去處理事情。我要身心靈都要健康愉快。我的身心靈都健康愉快。要起來照顧同埋幫助丈夫。要起來照顧跟幫助我的丈夫。我求神幫助我。求神幫助我。因為神就係我依靠同埋後盾。因為神就是我的依靠跟後盾。喺我禱告嘅第二件事，我禱告的第二件事，我同神講，我真係好想返香港同家人團聚。我跟神說，我真的很想回香港跟我的家人團聚。求神俾恩典我，求神給我恩典，讓我同阿 George 可以12月嘅能夠可以返到香港。讓我跟 George 12月份可以回到香港。George 有George 嘅身體有好嘅狀態。George 的身體會有
很好的狀態。我哋能夠可以平平安安嘅翻香港，亦可以平平安安嘅翻嚟紐西蘭。我們可以平平安安的回香港，也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到紐西蘭。喺呢件事裏邊，令我哋嘅睡眠質素好差。因為這件事，我的睡眠質素很差。我瞓一陣間，我又會醒。睡片刻，我又醒來。我瞓到半夜，我又唔能夠可以再瞓。我睡到半夜醒來，又不可以再睡。我每晚只可以瞓3-4個小時。我每一晚只可以睡3到4個小時，令到我早上精神好恍惚。我早上精神恍惚。我有負面嘅情緒。我有負面的情緒。我容易發怒。我容易發怒。常常發脾氣。常常發脾氣。響禁食禱告，響40天禁食禱告嘅裏面，在40天禁食禱告裡面，我學識咗交託俾神。我學會交託給神。我睡眠質素開始有改善。我的睡眠質素開始有改善。我每晚可以熟睡5至6個小時。每一晚我可以熟睡5到6個小時。但係如果半夜醒咗，我亦可以再瞓。半夜醒了，我也可以再睡。日常照顧George，我已經冇咗之前嘅緊張同埋受煩。平常照顧George已經沒有以前的緊張和愁煩，反而內心有平安。反而內心有平安，充滿盼望。充滿盼望。我覺得有冇得返香港都唔係咁重要啦。我覺得可不可以回香港其實不是再重要了。我知道耶穌係掌權。我知道耶穌是掌權的那一位。我願意順服神嘅帶領。我願意順服他的帶領。只要相信就會有神蹟。只要相信就有神蹟。喺8月George有一個睇醫生嘅日子。8月份George有一個看專科醫生的日子。醫生開咗藥俾阿George。醫生開了一隻新藥給他，話希望能夠可以改善佢嘅血壓。希望可以改善他的血壓。感謝神憐憫我。感謝神憐憫我。聽我禱告。聽我禱告。喺12月到12月George已經有好嘅狀態。12月份的時候，他已經有非常好的狀態。佢嘅血壓有明顯嘅改善。他的血壓有明顯的改善。血壓開始穩定。開始穩定。可以喺主裏邊重新得力。可以在主裡面重新得力。我哋可以一齊返香港啦。我們可以一同回香港啦。哈利路亞。哈利路亞。喺之前我嘅擔心同埋憂慮咧，完全都冇發生過。先前我的所有的擔心跟憂慮從來都沒有發生。我經歷呢件事之後咧，我發覺神真係好愛我啊！我經歷了這件事以後，我發現神真的很愛我。無論我經歷緊乜嘢情況，無論我經歷了什麼情況，原來神都係企喺我嗰邊幫助我。原來神都是站在我的旁邊幫助我，扶持我，扶持我，以致我真係能夠好順利咁樣與家人愉快咁樣度過呢個假期。以致我可以很順利的與家人開心愉快的度過這個假期。全係神嘅恩典，全是神的恩典。感謝讚美神。感謝讚美神。喺舊年禁食40日禱告開始到今日嘅George血壓都好穩定。從往年的禁食40天的禱告開始到現在，George的血壓也是很穩定。神真係好真實啊！神真是很真實。我唔再要靠自己啦。我不再要靠我自己了。將一切交託耶和華。將一切交託耶和華。依靠他。依靠他。他必成全。他必成全。神係信實的。神是信實的。他讓我經歷禁食禱告嘅大能。他讓我經歷禁食禱告的大能。我將一切榮耀頌讚都歸俾我嘅神。我將一切的榮耀頌讚都。我哋俾掌聲我哋嘅主。Hello， 我係 Vera。神係信實嘅。神是信實。